年搁要到啊！伫咧即个时节，大家是为厝内，无闲到厝外。一句俗语讲：过年较紧，过日较恶，有影就对呢。咱爱庆屯、摒扫、采工年货、拜拜、应酬、行村等等，代志拢积伫咧这段时间。对生活较好过的人来讲，平常时的日子较无味无素，无伤侪变化，就会感觉过年时这款无闲搁欢喜的日子过了真紧。若生活较艰苦的人，逐工爱面对生活开销，日子是真长搁歹过。过年对因来讲，就亲像一个年关，喙齿滚加咧，一下仔就过啊。过年较紧，过日较恶。除了要说明快乐的时间得过真紧，嘛讲出咱伫过年过节甲日常生活的争差。毋管好野，也是散车，心内的感受是无同的。